嗱，我依個獎項咧係頒發於由2025年1月啦，當而家12月喺全年累積同埋呢一個總遲到方面咧，我哋都有我哋係會頒發一個3張嘅證書嘅，分別我哋由第3位開始啦，第3位同學 Emily Wong， 俾掌聲佢。我哋一齊望，我哋一齊望鏡頭影咗。好，呢度啊，笑下1、2、3，你一張1、2、3，第一張1、2、3。OK，唔該晒。有冇咩得獎感言可以講？其實咧，我淨係遲到過一次嘅，佢23分鐘都係到一次咯，好榮幸。第3位係遲到23分鐘嘅，咁我哋而家到第2位啦。第2位嘅朋友咧，係，邊個遲到幾多分鐘？第2位27，恭喜晒你。咁望望呢度啊，笑下1、2、3，第一張1、2、3。有咩得獎感言先？其實一堂都1個鐘，我試過大概半堂翻堂，其實我自己好乖啊。咁好呢個係一個成就嚟。恭喜晒你！好啦，咁我哋好緊張啦，咁我哋最隆重咧就係第1位啦。第1位嘅朋友係請出嚟，第1位。嗱，呢個係恭喜晒！我哋影個張相先，我哋影個張相先。喺我哋面前。好，望望呢度笑下1、2、3，第一張1、2、3，第一張1、2、3，唔該晒。我哋講下師兄，你第1位你嘅真。佢唔係，佢好乖啊！我哋師兄你遲到幾多分鐘？第1位，你不如你嗰個。佢師兄好乖嘅，嗱，正常嚟講咧，遲到呢個時間咧係唔會上堂，咁佢好乖，我要讚佢嘅，佢即刻過到嚟，呢方面係好乖，佢總共係遲到40分鐘，47，你唔好咁高估自己40分鐘，係，咁我哋都要多謝我哋嘅亮之師兄咧，佢俾心機，咁遲都肯過嚟上堂，真係好乖嘅，正常人係唔會過嚟㗎，你好乖，多謝嘅栽培啦，係。之後係一個好好嘅老師，即係教我咗我哋做人嘅呢個手勢。口訣，發出嚟發。我哋嘅相機。